我们要一起来看圣经。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第18节。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第18节。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第18节。第3章第1节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，说：“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上帝同在，无人能行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”尼哥底母说：“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们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”尼哥底母问他说：“怎能有这事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知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对你们说，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还如何能信呢？除了从天降下来，人就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有福气要来敬拜你，也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了一个礼拜。祈求神你赏赐我们每个人都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，要来敬拜你，也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话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在周报里面有讲，今天是我们福音主日的第二次的福音主日。我们这一年的福音主日呢，乃是讲了一个系列，就是有关命运、改运换命，就是有关讲到我们的命运的事情。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华人都讲说，我们的命是天注定的，所以讲到你觉得你好像你的生命、你的生活生命不是很好，你就说我就歹命嘞。然后遇到那个好那个富家人的话，那什么事都不用做啊，他就好像就享尽了荣华富贵，说因为他的命好，其实并不是他聪明，也不是他特别有能力，只是因为他命好而已。那我们呢，就生在这些穷人家里面，或是生在我们没有什么权柄啊，没有什么权势啊，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没有什么很好的这有权的人呢，所以呢，我们是属于歹命，我们是命不好。到底命是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命，假定命是这样，我们都不能改吗？我们要来了解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在2月5号的时候，那已经是有点久了。现在是6月3号、6月2号，所以已经是4个月前，我们提到他第一讲，是讲到说命运天注定。命运是不是天注定呢？你觉得是不是啊？命运是不是天注定的？命运呢是天注定的，没有错。只是这个天是哪一个天呐？
是你不知道就把它讲啊，这个是哪一个天的，天注定的，我根本不知道是谁，反正他注定的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人是谁创造的？是神创造，上帝所创造。上帝既然创造我们，他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包括我们人的生命都是。所以这个天要是讲上帝的话，那这句话就对了，因为我们的命都是上帝的，他注定，他创造我们之后，但是他创造我们之后，他没有要叫我们做机器人，你就是这样子走就好了。你要向左向右，要照我的程式来走，那我们就变成机器人。不，上帝说注定我们不是这样，他注定我们是说，他给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，那我们能够自己决定很多的事情，包括要不要信他，都是我们人自己来决定的。所以在这范围之内呢，神就让我们有充分的自由，但是他注定怎样？注定我们应该有平安喜乐跟我们同在。他也注定说，我们应该要能够有永生的盼望在。他就告诉我们一条路让我们去走，只可惜我们常常就没有照那一条路来走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到第一讲，讲到有关这命运天注定是没有错，因为那个天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讲说，我的命真好啊，因为神在眷顾的，神在带领我们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常常会觉得我们并没有那样子的顺啊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今天我们要跟我们再讲，另外解释的更清楚一点。我们可不可以改命转运呢？你要是觉得你的命不好，还是很歹命的话，我们就是来改命好了，我们来转运好了。这我要问一个问题：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算过命啊？有算过命的举手看看。真的这么少吗？没有算过命的举手好了。好。放下来，为什么这么多人举手呢？因为你们都是很年轻呐，所以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觉得好像很需要哈。这边告诉我们说这样，你算过命吗？根据调查，台湾民众90%相信命运，75% 的人算过，你们都是属于那25% 的人啊，是属于少数人群啊。在无神论的中国大陆呢，在去年算过命的有3.6亿，大陆现在有多少人？13亿哈。那3.6亿是多少？算数算一算，1/4哈，大于1/4的人，4个人中间就有1个人算过命，这样多不多啊？很多，比我们还少一点哦。台湾是75%，是4个人中间有几个人？有3个人算过命。但是算命呢，有大大小小，等一下我们还会提到，它有很多种不同的算命。到底我要问一个问题说，人为何要算命呢？既然这些算命的话，你一定有你的盼望在，你想要知道什么呢？你觉得这个算命会带给你盼望吗？会带给你某种你想要知道的吗？我们来想想看好了。假如你知道你明天你的命会怎么样，你出去就会被车子撞到，或者明天你会遇到一个大官，或是这样哇，或是有好有坏，你都已经知道1年之后我会怎么样。请问你还活得很愉快吗？你也活得你觉得这个生命有意义吗？因为你都已经知道明年要干什么啦。我需要不需要努力？我们根本不需要努力，因为他就会这样子啊，所以显然不会这样的。神怎么可能会创造让一个宇宙这样子运走？说你不管怎么样，你再怎么努力都是一样。明年我已经讲好，你就是会这样子的。会不会有这种命运呢？我相信我们绝对不喜欢是像这样子。明天是怎样，我已经知道的；明年是怎样，我已经知道。那我还要努力干嘛？我根本不用努力啊，因为就是这样子而已啊。所以真的是算命，到底是要带来什么东西？而有去算过命的，你可以我心自问一下：你算的命，那个算命的人跟你讲的，你到底是有没有成就呢？有没有成呢？所以我们去算命的话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人为何要算命？是要麻醉自己呢，还是你觉得很不顺，你希望从他听到？但从那个算命的人跟你听到，假定是好的话，你说不定会高兴一阵子；是不好的话，你会相信他吗？你说不定还会很气那个算命的人，怎么会给我讲这个样子呢？再去找另外一个再算算看，比较算好的这个我才相信，算不好的我不相信。是你在决定，还是别人在决定啊？所以我们看到呢，
算命其实是有，等一下会提到里面。但是我们应该仔细想一想，我为何要算命？人为何要算命呢？因为你觉得你的命好像不是很好，或是我没有盼望，我不知道前途是怎样。不管我是问我的婚姻也好，我问我的我的事业也好，还是我的等等这些，我没有盼望在，我没有确认感在，所以我希望能够知道。但是一等到我知道的时候，又觉得很奇怪了。那我前面都已经决定了，我还要努力什么呢？所以其实会算命的人是一个互相矛盾的一种现象在哈。我们看现在的算命呢，其实是一般来讲有四大类啊。第一类来讲，它是用算的，这算呢就是批流年啊、算八字啊、紫微斗数啦，这些都是根据你的出生年月日、你的出生年月日时这4样东西。然后就是讲，再加上天干地支，然后去算。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提到这个部分，因为牧师也不是会算命的，为了要准备这个，还去翻很多的资料，看到底在怎么去算的呢？好，这是有自己是他们有的以前根据以前所留下来的，很多人做过统计学之后，他们觉得你在某一年、某一月、某一日，然后某一个时生的话呢，你的命运大概是怎样？这是第一个用算出来的。第二个呢是用面相的问题，或是摸骨，就是用眼睛看就好，或是手摸就可以啊。我们有面相，有看手相，有摸骨，有看风水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学生里面有没有常常在看，有没有互相拿手来，我昨天学了一招，我来看看你手。我小时候也被人家看过，说我看了你以后长大也会有2个小孩，怎么知道呢？他说你看旁边这一条线，这边看有几条线呢？就是几个小孩，就妈妈们看准不准？这2条呢？我真的是2个，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所以是2个，好像是很准的样子。哇，他就开始疯狂起来的，这叫做面相。还有摸骨呢？你知道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摸骨在什么地方？有没有人听过？关西有一个摸骨的，他只要摸你的骨以后，听说他有一天蒋经国去给他摸骨，然后他是瞎眼的，哇，站起来，这是大贵大富的人，请问你是谁？就是蒋经国啊，这是传说还是真的我不知道哈。他大概是在讲说我这个摸骨多么的神，这样，竟然可以摸骨就可以知道，真的是这么稀奇吗？还有看人面相啊，你哪边长得看人中啊，这个什么东西的？这个到底耳垂大不大？听说耳垂大的人就是怎样，就是大富大贵。但是我看到也有乞丐，他这个耳垂也很大啊。不，一般性来讲啊，有人又这样子看你的面相，看你手相、摸骨，还有看风水。所以有些人就用看风水呢去转，就把风水转一转呢，就不会怎样，就可以避掉一些问题啊，这等一下我也可以讲一下有关牧师碰到的经验啊。第3个是用以灵为主的哈，灵为主呢，就是说我们有灵界在，而这些灵界呢，他们会主导一些事情，是我们不知道的。那你怎么知道他的意思呢？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他通啊。那他怎样告诉你？他用什么卦来通知你？米卦有没有听过米卦？有，在哪边有？北投有一个米卦，你上电脑打一个米卦，它会跑出讲北投米卦。我才知道说北投米卦竟然这么有名。然后它有一个小的拍摄的2分多钟的，是访问那个在做米卦算命的那个人啊，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怎样子，他原来是学的，学完之后呢，人家问你怎么算的，他旁边摆了一个桶。里面都是白米，米然后好像还没煮成饭米。然后他说这个米是不是特别的米？他说没有啊，这是普通的米，但是呢，我稍微挑选一点，比较完整一点这样的啊。他说好，那有没有多久要换呢？他说这看情形而定的，不一定要换。他觉得想换就换。好，那他怎么做呢？他说你心里面要先想一下，你为了什么事情呢？好，你就捏一把，再捏一把，再捏一把，总共捏了3把摆着。然后他就看，他就从这个米你捏起来摆着的数目跟这个样式呢，开始算起命来了。
觉得很奇怪哈，我们的人的命竟然几颗米就把我们决定了，也是很奇怪的事情。这就是所谓的米卦。它原来是说它可以算命，但是它用的工具不一样，有用米的，也有用抽签的方式，也有用那个八卦那个易经的那个样式，还有什么雀卦等等这些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叫什么仙呐？有没有玩过碟仙呐？你们有没有玩过碟仙？碟仙玩过举手看看。哟，你这么小还玩碟仙哦？现在还有碟仙是不是？还有哈，我在牧师在念我看是念什么时候？念高中的时候，你知道那是几年前吗？牧师现在是60几岁了，所以念高中就是50年前呐。50年前碟仙就有了啊。他拿一个碟子这样反过来套着，然后就手每个人手就放，那上面会画一针箭头，然后手就摆在那样。听说这个碟就自己跑了，你心里想一个东西，然后有好几个人手就摆着，不能推哦，那推当然不算啊，人家手就摆着就好。你想婚姻，然后他那个碟子前面有一个箭头，碟就开始跑起来了，跑到地方。看指示什么，你会找到好郎君还是不是啊？就跑到，然后就看那个箭头的地方，他写什么字，那下面当然要铺的一张很大张密密麻麻的字，很多的字就在那边显示，你走到哪看到哪。你有没有玩过碟仙，或是讲过什么？这些都是算命中间的一点啊。因为那时候牧师还很小嘛，才国中、才高中而已啊，所以人家玩我们就跟着玩，这样看而已。后来总觉得奇怪，我们的命运会被一个碟来，一个这个小的碟子来决定吗？还真的是会自己跑吗？你回家试试看看，不可能，怎么会可能呢？后来有人就试着要解释他，他说因为怎么样？因为这个碟子它一定要反过来盖着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每个人手摆在那上面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点点热气啊。那个空气就有点浮起来，所以碟就开始会这样，会稍微动。你不可能大家都摆着都没有动力的，一定会稍微动一点点，还是怎样？就这样子产生出来。不过那也是玩一阵子就没有了。其实我意思只是要告诉大家说，我们人开始会想象一些办法、一些东西去想要算一些命出来。其实第4个是这样的，是骗的。他察言观色。他对上面都稍微了解，但是呢都不很精炼，他就察言观色。你这个人是要问这样，要问婚姻，然后你是美开言笑的问的话，嘿，你一定很快就找到你的好郎君。这个怎样？因为你眼睛你觉得很喜乐的样子嘛，啊，你很快就会找到。你碰到那个一定是这样的，哇！你刚好正在想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当，哇，太高兴了，回去就讲，就当做他是了，因为他察言观色跟你讲的。然后怎样？有的是看到你脸很忧愁的样子，就讲一定是讲到你家里有什么，你家里要有人生病的话，你这样就开始这样讲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准啊？他怎么能够知道我这样啊？其实他是察言观色哈，然后怎样？他就开始用，还有骗财骗色，特别是骗色很莫名其妙，说什么你一定要怎样跟人家发生关系，你才能够解套，才能够解这样。那个人竟然会相信，这实在是我们对很多事情不了解所引起的。牧师也讲了一个故事给大家说怎样，说有4个人要去上京去考试，去问一个算命的说，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会不会考上去？那个算命一句话都不讲，只指一个1给他听，只给他看。哇，他们自己就想着，他大概是讲我们会考中吧，就去了。果然考回来是中了，去跟他谢谢。哇，你实在太厉害，我们还没考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会考中呢？全部都考中了。他觉得叫没有讲，我只是1而已啊。你假如你全部都考上，叫怎样？一起中。你全部考不上，叫什么？一起不中。你考上1个人，就是1个人中；你只要考上3个人，就是1个人不中；你考上2个人，就是一半的人中。好，所以依然全部都解决了，问题都解决了，是你想的，不是我想的。这是一个笑话，在讲有关这样算命，确实是这样啊。他觉得，你想想看，他看了察言观色，觉得你希望说，我就来讲什么有关的方面，让你觉得好像是一样。但是呢，不管他哪一种命学来讲说呢，他们都
主张怎样？命已经注定了，你没有办法去改。所以你能够的话是你的运这样，你要用改你的运，然后来使你的命呢能够更好一点。这是他们的主张呢。而命已经注定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？他就是说，人出生的时候有时辰呢，叫做四柱八字为命的注定的因素。四柱是代表什么？你的年月日时，然后八字是怎样？经过标记年月日时的地干、天干地支哈。那年有多少？年有60甲子，什么？指引筹毛什么什么，我不太会记得哈，但是就是指引筹码那个，像我们那些我们比较久一点的国画，那前面那个他偏偏不写这个哪一年，什么子丑年呐、卯什么年呐、卯戊年，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哪一年。其实呢，就是60甲子里面的、他用这样那几个12个字排起来排成是60年哈。然后月有几个月？月有12个月啊。日呢，它也叫60甲日。时呢，2小时为时，所以60乘上12，再乘上60，再乘上12，答案是多少？这边有没有心算的专家呢？答案是有没有人算出来？60乘上12，再乘上60，再乘上12。错了，你是哪一个学校的心算毕业的？再一次哦。60乘上12，再乘上60，再乘上12。1440乘以36。然后答案是多少啊？144是12乘12嘛，叫144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你是不错哦，算出来的是吧？心算吗？没有。518400，518400。他说：“那我就觉得奇怪哦。”我们全世界有60亿人，就是归属于怎样518400个类种而已。其实一定不是的嘛。神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是他神眼中看为独一无二的。但是算命的人竟然说：“我把你算这么大出来好了。”不是只有像我们现在的你们在算这个什么星座的话，几种星座？12个而已的，哇，那更少了。我们世界还分了12种类而已，没有，他这个用4柱8字呢，可以算出来，总共有518400个不同的样式出来哈。那不管它是怎么样呢？你觉得你的命运真的是这样吗？生下来是哪一个时间生下来就一定是吗？纵使是也没有关系，我们这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假定我们出生的年月时日，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，因为已经生出来嘛。然后命运学也告诉我们说，是天是注定的哈，没有办法改变。但是呢，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我们怎样，我们命呢是可以改变的。这个是有一个贵人，我们常常都会讲贵人哦，就是对你有所帮助的人呢，他保证你的命呢一定可以改命，而且可以转命。今天的圣经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人呢，就是讲到一个人的命运哈，就是尼哥底母呢是一个法利赛人，而且是一个犹太人的官。他觉得他有一点问题，他想要来问耶稣，因为他认为耶稣一定是神那边来的，否则没有办法讲那么多有关上帝国的事情。所以他是一个德高中望的长者呢，他没有办法来改变他自己的人生跟命运呢。正如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年龄，越来越老就是这样子。他明是非常敬虔的，也是官员，也是老师，但是他自己呢非常清楚，他没有办法进到主宰他命运主宰者的这个国度里面，所以他就来找耶稣。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。他在见了耶稣，他就说：“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”哇，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耶稣是上帝那边来的，他大有权柄的，所以他准备要在找耶稣呢，能够让他更明白更多的事情。耶稣呢，马上告诉他，什么神的国呢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去呢，一定要怎样？一定要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都不承认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你既然跟我讲到有关神的国，我就告诉你好了。一般人是没有办法见到神的国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不圣洁的，
我们都是这样，我们都是跟神之间已经隔离掉了，所以没有办法见到果。你要见到果是这样，人若不重生，哇，这个字眼就很麻烦啊。我们现在的人就跟尼哥底母那时也是一样，怎么重生呢？上面的主题告诉我们，改命转运唯一的条路就是这样，就是要重生。所以他没有办法改变，他也没有办法了解，没有办法了解生命的奥秘呢。他就回答说：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？我们人的知识唯一知道的生是怎样，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叫做生。他说：耶稣告诉他你要重生，怎么重生呢？难道我要再回到母腹里面去吗？耶稣就给他回答说：生命的奥秘不再是肉体身上，是在你的灵上面，灵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都不从水跟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；从肉身生的呢，就是肉身；从灵生的，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，没有错。从灵生的呢才是灵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所有的生物中间会呼吸的呢，会有动的呢，我们就叫它是生物嘛，哈。然后就开始有分为讲动物跟人之类，还有植物啦等等这些。那动物跟人有什么差别呢？原来人是神在创造的时候，他吹了一口灵气在他身上，所以人就成为了活的灵，有灵的活人。你有灵在你里面，动物没有灵哎。动物只有身跟心而已，他们有身体，因为会动嘛；他们有心在，因为它有智慧。所以有些狗你可以教它怎样，教它做一些动作，它懂。我们教会有一个人的狗很有名，叫用枪打它，嘣，它就这样，就倒下去，假死掉，因为它训练出来的。你也没有拿真的枪啊，你拿手的，嘣，然后它讲，他就跟你配合你，还演一句说他是被枪打到了。狗可以这样子训练出来啊，它有智慧在，它知道什么事可以，什么不可以。牧师以前也养了一个狗哈，叫做欧迪，我训练它一定要到固定的地方大，它就是不会。每次大的时候，然后在别地方大的时候，他每次都用眼睛瞄我，看我有没有在注意看他在别的地方大。等我发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正要大的时候，他就龟收起来就跑掉了。他知道他做错了，他知道他等一下被罚了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狗就是这样，就是动物都是这样，它有身体在，它能够有呼吸，它能够怎样，然后它也有它的心的部分，有它的情绪，有它的智慧，它能够去学习一些很多，但是它没有灵。灵要做什么？灵要跟神通，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神是怎样？神是一个灵，你只能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。你要是没有灵，就没有办法敬拜。所以我们从来不会看见狗啦，看见什么动物啦，他们在拜神，他们在做礼拜，他们从来不会的，因为他们没有灵可以去认识神哈。那我们人有，那这边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只有从肉身生你就是肉，但是从灵生的话，你才可能是这样，才是这个灵是哈，才能够就是灵哈。所以这人告诉我们讲，那我们华人的命学理论来说，命既然是天注定的，命已经被出生的年月日时已经注定好。但是我们讲你重生一次怎么办？时间是不一样了。因为我为什么命被注定呢？因为我的哪一年、哪一月、哪一日、几点都生下来，我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。但是呢，我要是重生呢，我是不是已经跟以前的时间已经不一样了？就没有办法四柱八字就没有办法辖制我们，我们就可以说，我们已经脱离了华人的这命运转变的这个捆绑在里面，因为我们已经从灵里面重生了。那刚刚讲到那个八字，四柱八字哈，牧师也曾经有一次，我还没当牧师的时候了，曾经被迷惑了。怎么迷惑呢？因为呢，他讲得很灵。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个情形也在很多人身上发生。牧师以前是商人，那牧师做的产品呢，就是丹尼尔电子阴暗字典，已经送给大家的那个。那有一次呢，有一个人就到我们公司里面来，已经很晚了，是8、9点晚上。他是一个我们经销商带他一起来的，他来就坐着，然后就聊天。他突然就拿起一个罗盘出来。那罗盘上面有那个易经的那个图，那种罗盘，
姐就这样看。我说你在看什么？他说帮我们看看那个我们办公室的风水。好，你就去看吧。他走一片之后，他来跟我讲了。他说坐在那个位置的人，最近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讲出来了。坐在那个位置的人，曾经发生了事情。坐在那个位置的人发生什么事情？完全正确。要是你会怎么样？哇，真灵！问他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我看的是灵界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人最近他命运一定很不好，为什么？你知道？我刚刚看过你们这个办公室呢，正好是天君在走的道路上面，这个桌子就摆在他的路上。那行经经过的时候，一定很生气，一定会给他处啊！你怎么可以挡我的路呢？所以那个一定很倒霉。哇，是这样子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那个人确实发生了他所讲的那个事情啊，又讲是这样。你怎么会这么奇怪？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？他说其实他背后有一个小鬼，而这个小鬼呢，我说那你的小鬼权力大不大？他说我的小鬼呢是掌管这个区域，他就告诉我一个区域。那这次区域中间的事情他都知道，对，他知道。那你怎么跟他通呢？他就屈指一算，他就拿指头这样跟我讲，然后你只要讲我一些事情，他说你把你的八字告诉我，然后呢加上什么事情，我只要屈指一算，我就知道这个事情你应该怎么做。好像很玄啊，这样还不够说服我的。他就举例的，他说哪一个人，然后哪一个人，这是商场上的一些名人。他说他们甚至在开会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我可不可以这样投资？我可不可以做怎样的决定？他们已经沉迷到那种程度，马上打电话告诉那个人，然后他已经知道他的生辰八字，因为都已经在他身上了，然后就告诉现在是什么事情？哇，等一下，屈指一算，好，告诉他答案是什么。那我就说结果呢？结果都很好啊，到目前都是很好啊。那我说，但是你的辖区有限啊，就是这么小小的而已，也不是很小了，但是世界很大嘛，我就是这一区而已啊。那跨区怎么办啊？你放心，我们的小鬼之间都会有联盟的。我这一区我不会，到那一区的时候呢，他会经过他们的中轨啦，我不要没有讲中轨。他说他的上面那个呢，他会继续怎样去跟他联络，然后他再会告诉我们再回来，我就知道了。我的小鬼是有势力范围是没错，是比较小，但是呢，他们零件里面有这种运转是没有问题。我在想，好像那时候已经快到1点2点了，已经脑筋有一点迷糊了。真的这么灵哦？那怎么做呢？假定我会想这样怎么做？好，你给我生辰八字就好，先不算钱呐，因为你做灵的话，你自然就会包钱给我，所以你这个生辰八字给我。就这么简单了。好，已经2点多回去了，回去睡觉。师母早就在睡了，那时候还不是师母了，那时候是太太而已。我就摇醒他，明天请把我们家的八字全部都准备好，我就躺下去睡觉了。因为已经很晚了，哇，换师母睡不着觉了，在想说这个人怎么搞的？我爸爸是牧师啊，是牧师的儿子，在教会里面又当长老，又很虔诚，在教会里面又有很多侍奉在，怎么会回来要跟我要八字？到底要算什么啊？八字一定是要算命的。他睡不着觉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睡着，我不知道，只是隔天他跟我分享。等我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还记得八字的事哦。要找八字在哪里的时候，出去在客厅看到什么？看到2个牧师坐在那个地方。师母想他一个人没有办法，他就找2个牧师来，要当头棒给我醒来。哇！看到我就不用想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就不讲话了，认罪吧，一时糊涂，认罪。所以我只要告诉大家是很糗的事情。我既然敢讲，表示这样，我已经走过那条路，我不再把它认为是我在追求，我把它看成是一种笑话，是我软弱的时候的表现。当时我就认罪，然后就从那时候就不再去算任何命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我已经确认我所信的神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那我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样？是让大家知道，确实我们人都很软弱的。
我们常常会受到这种环境的迷惑掉，但是没有问题。神是这样，神是一个怜悯的神，你只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就好。你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去问了神，神就要帮助了你。就像尼哥底母一样，他也根本不清楚，所以他很大胆的问说：“我要如何去重生呢？我要怎样才能够得到，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呢？”那主耶稣告诉他：“你要是不这样，不重生，你就没有办法。重生是这样，要从灵里面来生出来才对。”那我们来看呢，我们人常常没有办法这样，因为怎样？因为我们都离开了神，我们都背逆了神哦。如果能够重生来改命转运呢？我们最大的这个拍面是怎样？我们背逆了神，所以我们就离开了神。我们没有要把神当作神一样，然后我们犯罪得罪了神，所以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生活就进入到最中间。所以我们过着这样没有神掌权的这个人生。没有神，没有真正神掌权，那谁在掌权呢？就是邪灵在掌权，就是我们看了不好，黑暗的势力他在掌权。你愿意把命卖给他，你愿意承认他，他就掌权在你的生命中间。然后他通常不带来这个平安喜乐给你，反而是让你用恐惧的样子。他们的那黑暗势力里面都是用恐惧的方式，就到庙里面去看的时候。那些都是人七爷八爷、七爷八爷、七爷八爷，他们那只是七米鸟爷啊，就华语台语怎么讲？青面獠牙、七米鸟爷那个样子。我们进到里面，你们进到教会里面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七米鸟爷？没有啊，我们大家都是很喜乐的样子。但是进到庙里面，为什么有这样子？他们用恐惧的方式，你要是不敬畏神，你会下来。你会变这样，你会下18层地，你会怎么样？用这样的方式呢？因为我们离开了神，没有神的保护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在看以色列的他们的记录里面呢，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好不容易出埃及，为什么要出埃及？因为在埃及的时候受到埃及人的压迫，把他们当整主人，都是当仆人一样来看待。要他们每天去做工，做砖块，原来是要有稻草，然后跟泥土混在一起，然后把它晒黑以后，它就晒干以后，它就变成砖块了。竟然后来不给他们稻草，就要把泥土，那泥土因为没有东西把它粘在一起，晒干之后稍微一敲，它就破掉了。但是他们就这样被人家这样子虐待以后出来，所以他们就向神祈求说：我们要出埃及，带我们到能够敬拜你的地方去。神就差遣摩西来带他们出埃及了。当时讲说，他们带出埃及的时候，可作战的人是男丁有60万人哈，有这么多人，再加上妇孺老弱这些，通通算在内的话呢，大概是200-300万以上的人出埃及。大概前面那个人走一步，到后面那一步最后一个人要走的时候，大概经过多久了？你们可以想象多久吗？说不定是1个月后都可能哈。我前面走一步，那几百万个人，后面那个人要走，或是哪时候走啊？你走一步，后面再走一步，后面再走一步，哇！我相信是很难。这么多人要带领他们出埃及，难不难？难。去到什么地方？旷野。后来我想想呢，也只有旷野可以容纳他们啊，不然进到城市里面几百万人怎么进去啊？所以他们先在旷野的时候呢，但旷野我们知道他的生活品质不是很好，碰到没有水，然后碰到没有什么吃的，也不能耕种，那到底怎么样呢？神恩待他们，让这几百万个人在旷野里面经过40年，经过40年，只是人自然的这样子的生老病死而已。竟然能够这样经过，完全是神的这样恩待。但是他们有时候会缺水。路而不好走，他们就这样埋怨上帝，说：“你为什么带我们出来死在旷野呢？”他们曾经有一次这么严重的，是谁要出来呀？他们自己要出来，但是竟然埋怨到、怪罪到别人身上，怪罪到摩西身上。你为什么带我们出来死在旷野，而不是带我们到什么地方去？神很不高兴，就派了怎样？火蛇，我没看过火蛇，是不是蛇闪闪发亮，带着火还是这样？反正就是有这称为火蛇的，进到百姓里面的人被它咬到都死掉了，死了好几万人。他们就赶快祈求，跟摩西讲说：“我们错了，
我们祈求神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。然后摩西就怎样？摩西就向神祷告，神就叫他去做一个铜蛇，用铜做的蛇摆在一个十字架上，这样，然后把它高举起来。任何人被咬的时候，只要你仰头看到这个铜蛇的时候，它就好起来了。所以真的是这样哈。那后来耶稣就用这样比喻，他也要被高挂在十字架上，就是同样意思。当我们仰望在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会得到医治，得到。所以你们知道，那现在的军医哈，这边军人这边都有，我们这边有当兵的嘛？啊，罗烨，你现在当什么兵？啊？驾驶兵。驾驶兵这边是摆轮子是吧？不是，就是说你们有一个徽章嘛。像步兵的话是摆这样，摆2支枪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海军是什么？空军的，你是摆什么？哎，你都快退伍了，还不知道摆什么啊？没有图案的。其实我们军种这样都有一个徽章。你知道军医的徽章是什么吗？它就是那个人狮子，然后上面有一只蛇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那个铜蛇，其实很奇怪，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的想法？这跟圣经是多久以前的？2、3千年前的圣经所讲的嘞。所以，但到现在呢，还是这样。军医就是那个医生他们的徽章呢，就是你注意看，以后看到那个，你注意看那里面，它就是一个十字架，然后你求什么啊？你讲我的这个发音不标准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好，还好，那个就是在讲是一个他的信号，他的记号在哈。耶稣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人都会犯错，但是怎样？你要仰望神。所以同样呢，我们人既然觉得我们的命运没有办法改变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耶稣成为我们的贵人，让我们怎样可以依靠他？为什么他能这样？因为他为我们牺牲的生命，他不是只有嘴巴讲而已啊。他是为了我们，你看，他是真神从天降世为人，然后我要改变人的命运，他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舍命哈，代替我们让他受审，所以他已经承担了我们的命不好的部分哈，就像那个被铜蛇一样，我们只要接受他的替我们死的救赎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重生得救哈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大家都非常熟的一个经节，那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念来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觉得这一句好不好？这句给我们都是一些盼望，这盼望告诉我们可以怎样？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如何能够得到呢？成为信他的人就好了。而这个人真的这样有效吗？有啊，因为他是怎样？他是神的独生子，也就是神，他也是神，所以他可以代替我们来赎这些罪债哈。所以为何我们能够重生呢？乃是因为是这样，因为主耶稣他给我们成为依靠。所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我们要是相信接受耶稣为我们的罪来定死的时候呢，耶稣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哈。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生命呢，就可以活过来，得到永恒跟神同在的生命啊。这个就是重生的意义，让你重新再生了一次，也就是从圣灵生的。你不是肉身生的，所以你不用再回到母胎里面去再生出来，因为你的灵已经重生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受洗之后，我们已经成为怎样新造的人。里面活的不再是我自己在活了，乃是谁？基督在我里面活了，他改变我的生命了。这就是真正重生的这个意义在。当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，你就得到重生的生命，你就能够得到你的命就变成是好命。最好的命是怎样？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就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去了。所以我们结论来看呢，我们可不可以改命转运呢？
假定命运是天注定的，没有关系。这个天要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天，那我们命应该很好，因为神是好神啊，他是和善的神，是美善的神，他对人都很好啊。要是说我们不是我们这么软弱，结果我们被黑暗的势力所捆绑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我们怎样？我们改命转运吧，怎样重生？我就不再是那种叫做四柱八字把我们限制住的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怎样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。所以，如果你愿意呢，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也可以重生一次哈，你的命就改了，你的运也转入了神同在的满足哦。四柱八字呢，就不能再控制你哦。从今以后呢，你就不用再去看相算命的哈，因为看的那个都是不准的，也没有用哦。算命的人其实他们对过去算得准吗？有时候算得准，不要讲那个第四类的欺骗的。上面这些有时候是算得蛮准的，就跟我讲的那个我的遭遇的那个小鬼啊，他对过去他都知道，因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嘛。但是在未来呢，他没有办法知道，他只能用猜测的。他根据这个来讲的，你未来大概是怎样，他也不敢跟你讲说这一定的，因为未来只有谁知道？只有神知道。所以呢，我们愿意现在重生一次吗？我们愿意的话呢，我们的命就已经改过了。你不再是那些我们华人的这些算命的命学里面所讲的，你已经生下来你就命就固定的。不，你还是可以怎样？可以改变的。你回到神的面前，你要重生一次，你就回到神的这些掌权之中哦。假定我们已经是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话，你受洗的话，你就是重生哦。你是否已经是？你应该是有最好命的人哦。你有没有活出基督里的好命呢？叫人羡慕你呢？现在你已经知道如何改命还阴的奥秘，你是否能够学会如何向相信算命的人来传福音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们现在已经讲过有关算命的事情，你也知道这个其实我们整个命运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。而且你就已经是明白你是一个重生人，你如何向别人来讲这些呢？你如何让别人能够清楚，就算命这些根本就不用去信他。假定这些算命的，而且算命完的，通常你会问他说：“那我怎么办？”他一定会告诉你说：“怎样？你可以怎样怎样怎样。”他也会试着要帮你这样，帮你转运。他不是用转命啊，他是帮你改你的运，让你的运呢。例如说，算一算，哎呀，你明天出去会被车子撞死，那怎么办？如何改运？不要出去嘛，你就不会被撞死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他恐怕会告诉你这样。要是这样的话，请问那些算命的人，他们自己好不好？他们通常应该会很好啊，自己算一算啊，我就天生就是坐在这替人家算命的。那我要如何改变呢？让我能够大富大贵呢？他应该再算一算，哦，就这么做吧，那我就去做就好了。我今天还会坐在这算命吗？应该就不会了吧。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样，就知道是这样。唯一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的是这样，绝对不是透过算命，也绝对不是说透过他的什么四柱八字告诉我们怎么做，就是这样，你已经没有办法。No， 我们是可以改变的，因为我们有相信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我们的生命是他掌握了。所以你回到他的面前呢，他告诉你，你若是信我的话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管他以前是怎样，你要是现在悔改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他就要告诉你这样子的盼望在。命绝对是可以改的，原来是可以不用改，因为你已经依靠神，但是你已经走偏掉了，你已经背逆了神了，你已经有一些黑暗势力掌权在你身上了。你没有办法再像神所喜悦的样子，怎么办？回到神的面前，你认真，你诚心的悔改之后，神要重新掌握你的生命。他要告诉你说，你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创造的我们，你也给我们很多的盼望。你明明知道我们人的软弱，我们常常会陷入很多的诱惑中间，我们也常常会背逆了神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到主你为我们创造那美好的生命。
我们常常陷入到黑暗势力的掌权之中，我们不再有平安喜乐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常常有一些捆绑在我们生命中间。主，你怜悯我们，你今天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是真的是命是天注定的话，这天要是你掌权的话，我们的命是何等的美好啊！但是我们若已经偏离了神，背逆了神之后，神你又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机会，让我们在你的灵里面来重生吧。让我们再次重生，我们就成为一个在灵里面生出来的人。我们感谢神有这样的盼望在我们身上，留这个盼望给我们能够去努力。我们在此为我们在座的所有这些我们的